秀林乡天然、优质无毒的农特产品展售活动开始咯，邀请大家来秀林品尝峡谷剑笋、山酥、寿司、红梨饼干，体验剥桂竹笋及姜糖 DIY， 还有摸彩活动，有许多大奖等着你哦。4月29日，木谷木鱼游客中心；5月6号，太鲁阁产业中心；5月20日，花莲文创园区。请洽秀林乡公所网站，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提供。